好的，生什么气？是不是在想，要跟我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，可能会被闷死？一切还来得及。罗毅，别的男人都想办法把女人留在身边，你呢？你使劲往外推。你认为我放下工作来陪你做这些事是在推开你吗？啊？去哪儿啊？我有点累了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好啊，回家睡觉去。才几点？睡什么觉啊？天天想着结婚，幸福的觉都没睡好。可没想到结婚是这样的。你看你这话说的啊，着什么急啊？我们这不才刚刚开始吗？我还有一连串的计划呢，什么去欧洲旅行啊、度蜜月什么的。你有钱吗？我现在没有，但是可以挣嘛。哎，计划你得背着，咱们有了计划才能照着计划执行啊。媳妇儿，想照啊？等我赚到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来这儿。一套好几千呢，不交房租了。那就先交房租。第二件事就是来这儿，你说怎么样？那我的蜜月旅行呢，又不算数了。那咱们就先蜜月，咱们第三件事来这里，行吗？爱情像个难解的谜，晕眩又美丽。我想要打开谜题，从来不放弃。情缘总是玄之又玄，若即又若离。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交织在理想很肥硕，可是现实太骨感了。当理想照进现实，瘦骨已经被我培育成肥羊。哎，是不是瞬间觉得我的形象高大许多？有。那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我呢，就是我的现实；你呢，就是我的理想。你这个理想已经照进我的现实了，请问理想离现实还远吗？不知不觉爱上了你，难道一切是天意？只要想起了你，心就会跳得急。为爱付出所有，我也会在所不惜。心里只有一句，我愿意。我桃儿回来了啊！这，怎么做这么多菜啊？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吧？想想，什么日子啊？来，先坐下，来，请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桃儿，今天啊，是你生日啊！你是不是以为爸爸也忘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你是爸爸宝贝女儿嘛，啊！爸，你不是说我不能过生日吗？不是说我的生日就是我妈的忌日吗？这个以后可以了，因为你大了，成大姑娘了，成人了嘛，啊！那以后
后我是大人了，对，就能每年都过生日了。对，每年爸爸给你过生日。真的？真的。爸说话什么时候算数啊？爸，你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？这是，来许愿。我有3个愿望：1愿发财，2愿发财，3愿发大财。等等，你这个许的愿呢，太庸俗，也不高雅，咱们来点实际的，比较好实现的啊。好嘞。我的心愿有3：1愿捡钱，2愿捡钱，3愿捡大钱。这孩子。今天你就是公主啊。那么今天老爸就是国王。哎。媳妇儿，啥事儿？干啥呢？你泡妞呢吧？没有，我正向我的狐朋狗友宣布我结婚了。你别蒙我啊！要是被我逮着你踢腿，你就死定了。咱们自己的公约不是规定了吗？允许我们双方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空间是留给你泡妞的呀。行了，这个问题在议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可是我生日哦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哎呀，这说来话长了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明天记得帮我补过。哎，朕准了，今天也累了，爱妃早点睡。我是爱妃，谁是皇后啊？爱妃兼皇后，早点休息啊。干嘛呢？啊？没干嘛，玩游戏呢。新婚第1天怎么不回家？回家又没有你，我爸妈还在气头上，我回去不正好撞枪口什么吗？我有那么笨吗？先避避风头再说。好了，宝贝儿，我已经死伤无数了。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喂！哦，没在你那儿是吧？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哦，还是没有。我该打的全打了。哎，我这该查的也都查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怎么办呀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再打一遍，如果还是没人接，咱就报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报什么警啊？说不定他跟那姓雷的孩子在一起。哎，咱好不容易养了个儿子，就这么没了啊！别胡说啊！他只是跟咱们闹闹情绪，你看，说不定一会儿啊，他自个儿就回来了。你说说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了啊，这好不容易上了大学，我还指望着他能有更好的出息。你看看这，啊，把婚就这么结了。爸，你给我解释这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又翻我包啊？你给我解释这是什么东西？回来！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一声不吭就把婚给结了，你要翻天呢你！回来！告诉我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是何许人也？他干什么的？他叫什么？你必须给我带回来！回来！你还跑？回来！你给我站住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这一夜啊，我想了很多。你说这事儿，是不是咱俩反应有点过了？过什么过啊？啊，这儿子的结婚对象是谁，咱们都不知道。这儿媳妇进门了，除了是个女的，你知道什么？可是现在咱们不是都知道了吗？又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儿啊。可是咱儿子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啊！哎，那个雷什么桃的人品怎么样，学历怎么样，家庭背景怎么样，咱们通通不知道。日子长了，慢慢可以了解的嘛。了解又能有用吗？啊，是能退呀，还是能换呢？老公，开机回电，出事儿了！
其实啊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也思考过。看咱儿子啊，大学毕业，毕竟20出头，什么都还没定性，什么也不懂，就稀里糊涂把婚结了。哎呀，我说没准害的不是他，是人家姑娘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刚结婚，只是个手续问题，要是时间长了，万一那个了。哪个？哎呀，天哪！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咱们联络一下对方的家长，坐下来谈一谈，商量一个好的办法。建议他们立刻离婚。谢谢啊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爸发现咱俩结婚了。啊？不是说不跟他说的吗？是不小心被发现结婚证了吗？这要再不见你，他非拆了我骨头不可。啊？我老丈人那么凶啊？不是凶，是唠叨，非常的唠叨，唠到你直到崩溃啊！这么厉害，那岂不是跟香港的唐僧有的一拼？比他可厉害多了！快刀斩乱麻，赶紧跟我走！哎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这一晚上没回家啊，绝对不行！我这都快赶上洗礼哥了，我得回家换身西装。哎呀，再打扮也就那样了，丑女婿就要见老丈人吧？哎，咱说话得凭良心。我这长得虽说不是玉树临风，也是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。既然如此自信，相公，请。哎呀，走啦，你想。你们家那么强悍的暴风雨我都顶过了，何况我们家这个小溪流呢？真的是小溪流？确定以及肯定。媳妇儿，我去了。你又怎么啦？这个头一次见老丈人，是不是应该买点礼啊？我先去买。哎，你给我进来呀！进来。爸，我老公也就是你的女婿杨康来也。爸好。谁是你爸？上你叫爸的，叫岳父。岳父大人，小婿杨康，请多多关照。不是。啊。你爸说的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爸是喊你去做呀。哦。爸，我去给你们俩弄点下酒菜啊，陪着我吧，加油。谁让你做的？谁让你站着呢？老公，你老丈人的意思是你可以飞了？去，油嘴滑舌的，走。岳父大人，岳父爱喝酒，小婿给您买上。见过几次老丈人了？第一次。很熟练嘛？我看你怎么一点不紧张啊？您女婿我，再怎么也是见过20多年世面了，这会儿呢，心里一团小鹿在横冲直撞，但是哥们儿就是淡定。谁让你给我倒了？我让你自己给自己倒。亲爱的岳父大人，您该不会是让我喝这个酒吧？你不是淡定吗？啊，只要你把这瓶酒喝下去，你还这么淡定，我就认了你。啊？哼。老公 ，fighting！ 岳父大人，您一定是喜欢说实话的女婿。是，倒吧。
你女婿我呀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但是呢，就是不爱喝酒。喝酒和赌博都是件不好的事情。很不巧，本人平生就2个爱好：1喝酒，2打牌。啊，喝酒好啊，喝酒好，喝酒能锻炼身体啊。打牌呢，打牌也好啊，打牌能锻炼计算能力。你到还是不到？到，当然得到啊！媳妇儿，换啤酒。你是男人，是个结了婚的男人，怎么能不喝白酒呢？白酒，白酒我也能喝，别说白的，就是红的我也照喝。媳妇儿，哎，我给你来个可乐吧。哎，爸，他真不会喝酒。没你事儿。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1喝酒，2滚出去。岳父大人说的没错，我呢是结了婚的人了，也是男人了。对，我喝酒。慢。正常的话应该是罚酒3杯，对吧？啊，可是你呢，无声无息就娶了我的女儿小桃，应该是罚酒6杯。6杯。6杯。 6杯。 6杯。哎，爸啊，他这样会进医院的。进去我伺候啊。你干嘛呀？好，只要你接下我这6招，你这女婿我就认你一半了。接吗？接。喝。哎，通了，通了。啊，通了。啊，怎么不接呢？怎么办？不接？别打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不信他敢不回来，反了他了。喂，儿子。妈，是我。哦，小桃啊，杨康呢？哦，杨康在我家喝酒呢。什么？喝酒？妈，你放心，没事儿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房子算什么呀？好，不用1年，啊，我让你女儿住别墅，开宝马，开法拉利，开那个保时捷、兰博基尼。坐。谁你大哥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房子啊？有啊，有，谁说我没房子？我有2套，2套啊？是你爸妈的老房子，还是你买的商品房？都是我自己的，上面的刻着雷小桃的名字呢。啊，就是户主全写小桃啊。在哪儿？不会是在郊区吧？在这儿呢。哪儿啊？这儿。这哪儿啊？一套左新房，一套右新房。东西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杨康唯一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。这，我这胜似潘安的长相，看我这体格，看看我这广阔的胸襟，再看我这强壮的臂弯，嘿嘿嘿，别说保护大哥的女人了，这谁呀？别说保护大哥的女儿了，这一样，就连大哥
我也一起保护。既然没房子，有车子吗？11路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好了，票子呢？啊，存款。票子、车子、房子，我是通通没有。但是，我有儿子。说什么呢？你这么年轻就二婚了？哎，这个不行，我家小的可不能嫁给你啊！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对，就是那个胡同54号，快点啊！爸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别叫我爸，我没那福气。我和小桃，婚姻是国家和法律都认可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些什么金子、银子、票子，那些都是身外之物，都是粪土。行，请把粪土给我啊！那可不行，我怕那粪土把我老丈人给熏了。这，我宁愿被粪土熏死，我也不愿意穷死啊！喂什么喂？有新电话了？这不是我电话，是我朋友的。有钱都不还，看我怎么收拾你爸！喂，我爸不在里面。哟，你们家来亲戚了，喝。这，别在这胡说，闭嘴。啊，赵哥，这2天不忙啊？再忙也得见欠我钱的人。赵哥，能不能再通融几天啊？什么通融几天？滚！这都几个月了，你没数啊？各位，我已经问过大师了，赌博欠的债不算债。哟呵，哪个大师啊？眼睛瞎了？跑这儿胡说八道！是他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小强，给我！臭娘们，你混腻了你，还打我！雷大富啊，你欠我3万块，加上2万医药费，一共5万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有钱喝酒，没钱还债是吗？不是，你们这是犯法的，如果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哟呵，小娘们儿，你考验我们老大耐心是不是？我是看出来了，你们不是什么好人。今儿个呢，大爷心情好，送你们一个字儿：哥文。滚！杨康，这没逆事，你别吱声。小祖宗，别添乱了。桃儿，带他上里屋去，快去！干什么？回去！坐！干什么呀？你爷爷的话听到没？别动，老实点。爷爷最近有些耳背，说什么？来，再说一遍。本少爷让你滚，滚！别动！哟，耳朵聋了，这眼睛也出问题了，这脑袋瓜子不听使唤了啊！哎，打脸！别打！别打！哦，往里，来，前面把门打开。这边。
杨康，杨康，你看，慢点，你要挺住啊，杨康，来，好，杨康，扶一下，儿，哎，好嘞，康源，康，哎呀，哎，医生，救命啊，救命！这里不能进。哎，桃儿，没事，爸有劲，就是皮外伤。爸，这里需要肃静。今天这事儿你也看到了，不能怪我，是他没本事，瞎逞英雄。他不能喝酒，你干嘛还让他喝呀？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他娶了我女儿一分不花，喝几杯酒还不行吗？嘿，哎，我说雷小桃，你是不是我女儿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。从小到大，你什么时候管过我？再说了，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儿啊。你说话太没良心了啊！我没管过你啊，你从小就会吃奶、拉屎、拉尿，别的什么都不会，自动长大的。你除了把我养大之外，你还做过什么呀？8岁以后，都是我在照顾你，你什么时候管过我？你会蹦会跳，还用我管吗？是。哎，我说丫头，你这干嘛？想开爸的批斗会啊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，我也照样有权管你。管！你就这样把人拐进医院啊？哦，罗总。哦，谢谢罗总。今晚有时间吗？哦，有的。把这束花送过去。好，没问题。醒了，来，把药吃了。儿子呢？儿子没事，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他是酒精中毒。在哪儿呢？在病房啊。哎，来，把药吃了。眼镜，哎呀，戴上。哦，别着急，把鞋穿好啊。哎呀，来，慢点。没事的啊。他睡了。儿子，您别担心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别担心，伤的是你吗？这不是没事吗？什么叫没事儿啊？儿子伤成这样，你不管啊？哎呀，你平静点啊！你叫我怎么平静啊？儿子出门好好的，突然间躺在这儿了，我能平静吗？是。他睡着了，就是酒精的作用。酒精？我儿子从来不喝酒的。你让他喝的酒是吧？这件事儿跟我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怎么来了？嘘。你疯了？这可是罗总让我送过来的。不看看卡片上写的什么？怎么了？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要是他能像你这样，拿着花来看我，该有多好。花收到了吗？喂。啊，收到了。很漂亮。喜欢吗？谢谢。中午一起吃饭吧。看到没？我就像他的宠物一样，要的时候伸手拿来，不要了就一脚踹开。哎呀，这两个人在一起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。既然不开心，中午我会跟他说清楚。可是我的辞呈还没交出来。那好，你先递辞呈，
只要你一辞职，我就跟他分手。这辞职吧倒不算什么，可是我辞职以后这工作，那就到我这里来当行政部长吧。真的啊？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那这么说，两个孩子结婚的事情，你是真的不知道了？是的。行啊，既然双方父母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还算公平啊。公平？哼，这件事要看从哪个角度说了。我们是女方，怎么说都是我们吃亏。亏？对。这都是孩子双方自觉自愿的事情，我觉得根本谈不上什么亏不亏的。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哎，我们还是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。好，你们说吧，怎么解决？首先，我想问你，这件婚事你同意吗？我不同意还来得及吗？听你的意思，你还有不同意的意思？哎不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两个孩子还太小，稀里糊涂就把婚结了。我们当家长的，怎么也应该帮着弥补弥补吧。对。这还像句话。这么说吧，该做的该办的一样都不能少。哟，您这话的意思是？怎么？这结婚的事儿还用我一样样教你们吗？常理我们都懂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总觉得这段婚姻啊，它问题不在这儿啊。对，这两个孩子还太小，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婚姻，更不明白承担一个家庭所要付出的责任。对。你嘚啵半天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觉得应该把两个孩子叫到一块儿，我们呢好好跟他们谈一谈。哎，谈什么？这婚都结了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你说他们懂什么？就两个孩子闹着玩啊！我们找他们谈一谈，在没有酿成什么大错之前，危害呀、损失啊，降到最低啊。你说这话我怎么有点不明白？还不明白？啊？都是过来人了，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呀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这胃太不争气了，我替他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其实该道歉的是我，明知道你酒量差。你要对我有信心，等我好了，我天天练。你敢？我最讨厌男人喝酒了。可是你爸……就是因为他喝酒，所以我才讨厌啊！这男人一喝起酒来，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了。我杨康绝对不是那种人，得，以后我滴酒不沾，就是你爸打我，我死也不喝。你放心，他以后啊也不会找你喝。为什么？他呢专门欺负能喝的，像你这种不能喝的没劲。我就把话挑明白了，这俩根本是孩子，在他们闹腾完之前还没闹出孩子，是离婚分手得提前。你怎么这么说？哎，亲家，好了，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我就说2个字：退婚。退就退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行，告诉你儿子，别再找我女儿。别让你女儿再来找我儿子。切，你看看，什么素质啊！他以为他是皇亲国戚啊！我就那么一个儿子，稀里糊涂的娶了他的女儿，你看他还那么跟我说话，他什么素质，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好，就冲你这态度，杨康这女婿我还要定了，看我怎么折磨他，我折磨死他！哎呀，这又谈崩了。爸，岳父，别找我，你妈已经正式向我们提出退婚了。不可能，桃儿，跟爸回家啊！不可能啊！走，人家都不要你了，你还赖着不走干什么？走，我不，我去找你公公婆婆谈判。老公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 2个小屁孩。
等很久了。没有。服务员，我已经帮你点了。请慢用。这儿的环境不错吧？罗毅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说吧。跟人说话，看着对方是最起码的尊重。你又不是我的客户，我需要这么认真吗？只要不是赚钱的事情，就不需要认真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随便拉一个人来问问，我们像是要结婚的吗？是要分手了吧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不顺利？我好不容易抽时间陪你吃饭，为什么还要发脾气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能有时间陪我吃饭，我就要磕头谢恩了？你跟我在一起就那么无聊吗？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想说，你和我连谈心的闲情都没有了吗？我们一开始你就知道，我并不是个海阔天空的人。我不需要一个海阔天空的人，我只需要你一点点的热情来生活。你永远都是一副忽冷忽热的样子，是不是连生活的热情都没有了？你到底是不够爱我，还是天生就这样？罗伊，我很想一直跟你走下去，可是你至少给我一点希望吧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说你嫁人嫁谁不好？哼，也不挑个好人家嫁。我嫁的是杨康，又不是他爸妈。你不用跟他们家一起过。当然不用一起过，我跟杨康商量好了，在外面单过，连房子都找好了。你钱多的发馊了。那我也没办法呀，他爸妈不喜欢我，我要是硬塞进去，这不天天吵。你说你想结婚结婚，想嫁人嫁人，也不挑个好点的。哎，什么叫好点的呀？杨康缺胳膊缺腿了吗？四肢健全的男人满大街都是，怎么也得挑个有房有车的。我又不跟房车过。你懂个屁呀！跟你妈一个德行啊！以为嫁个男人就有饭吃，结果怎么样？受不了苦跑了。哼，什么爱情浪漫都扯淡的玩意儿，哼，那都不能当饭吃的。哼，爸，你刚说什么？什么呀？你刚刚说的呀！我说爱情和浪漫不能当饭吃。哎，不是，上一句，上一句。上。你说我妈跑了，你不跟我说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吗？我说了吗？你还说我的生日就是我妈的忌日啊！我说了吗？哎，你快点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，爸？哎呀，你快点说呀！我本……哎呦，你快说呀，爸！哎，你跟我回家就告诉你。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他什么素质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呀都不想要这个媳妇了，就别拿媳妇的标准来要求了，还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怎么说什么都不入你的眼啊？切，就你会做好人啊！行，那以后啊，全世界的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做了。哎，我们就要订婚了，可我怎么也感受不到你对我的热情。如果你找的是热情的话，那么一开始你就找错方向了。我们一开始你就知道，选择我就意味着你要转换生活方式，包括部分生活理念。如果不能接受的话，那就不要开始。既然开始，就要去接受。买单。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像别的情侣一样，开开心心的约会。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有负担的话，现在你还有机会选择放弃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你干嘛呀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嘛。女人还是不要太贪心。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感情，奢求太多只会失去更多。慢慢想想。